好，咱时间到吼，即马就起讲。今仔日是第23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这个论坛有几个组织在办。咱金南书院安排的就是叫做这个台语讲万行米这个系列。今仔日是台语讲万行米的第9场。要来讲安怎互 AI 甲你斗相共做工课。阮即个台语讲办方面呢，就是希望讲咱台语的内容会当愈来愈快。毋那干那日常的生活讲叫囡仔洗喙食饭咱专业的各种物件，咱拢有法度来讲。所以咧，咱后个月7月迄场台语讲办方面要来讲台湾的法律建国。8月迄场要来讲火箭飞上天。过来会安排整整无共款的主题来这个台语讲万方面这一场。今仔日咧这个 AI 的主题咧，咱就邀请咱 AI 的专家魏文兄来甲咱讲要安怎互 AI 甲伊斗相共做工课。因为进前咧 AI 拢敢若有耳仔甲喙你讲互伊听伊甲你应。近来 AI 生出手会讲来做代志比如讲你哈底内底的贴伊当甲你斗相共改甲你生贴生新的资料出来。这就会当亲像有一个人坐伫你的电脑头前，甲你斗相共操作电脑安尼就是伊生出手来。这个利用的法度咧，是足新的物件真侪人拢甲无啥会晓咱今日就会当请魏文兄来甲咱讲。时间到魏文兄进前咱先来小解一下书院书院阮是50143的无处谈组织为2004年开始拍到今。若想要知影更较侪书院相关的资讯请来这个 Linktree 金南书院，就会当看到阮的网站啦、阮的社群媒体啦等等新的活动消息嘛，拢会伫遐来放送一个国内的其他的活动今年阮属实安排3场AI 相关的活动今日是第2场。第3场咧，就是对8月中到9月中有4礼拜的时间，逐礼拜5暗时7点阮请这个魏文兄来甲咱小解讲，你若是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你要学写课，要安怎互 AI 甲你斗相共写课这是小可专业的题目要互为来这个 tiny.cc 一撇 AI 课费用是120块你也家己去传这个考课的考组才会当来学习讲安怎利用 AI 来写课。过来歹势7月中7月19迄天下晡2点阮伫咧台湾会馆要放送电影这个电影放送的系列是东湾同乡会的余洪志会长余洪志伊去台湾走走安排足侪这个电影的版权，互咱会当公开来放送这个费用是10块因为是青仔卡的活动，所以就是去阮青仔卡的户位单遐去互位过来8月13阮会开始办这个读册会阮一期的读册会拢是安排18礼拜要来读陈明仁的阿远的故事这部小说拢总有36篇第一篇小说36篇阮去年已经读18篇去佫剩18篇就按算今年后半冬18礼拜该读过了若是要互位来这个tiny.cc 一撇读册会，费用是50块，逐礼拜是暗时6点半是线顶聚会。好过来阮伫台湾会馆8月16开始有一个主讲课安排伫咧礼拜下晡3点45分就是大家就是礼拜若是便当煮饭咱就同齐来大家斗相共同齐煮较趣味食饱转去暗顿就会当醒起来要互位请到台湾会馆的台语课叫做 tiny.cc 一撇台湾学校这个
即学期台湾学校对8月24暗时7点伫线顶有一个罗马字的8字班就会当来安怎读我即马写的即款的罗马字，你的台语就会大进步若是有趣味就去台湾会馆的台湾学校去学位学位网链是 tiny.cc 一撇台湾学校。过来，书院的出版品近来出版这个好画牌是甲人本教育基金会合作因的好画牌是第一甲你讲，你安怎甲人讲话会互人感觉刺激安怎会当讲好话袂拍歹大家的关系关于这个好画牌咧是阮一个台语讲万项面系列头一场有请阮的林英姐来甲咱小怪好画牌使用的方法大家若是有趣味，当倒转去编咱论坛伫咧 YouTube 拢有录影进前咧，即个好画牌敢若有中国话的版本感谢人本教育基金会就甲阮合作来翻译做台语版即马咧阮就伫咧北美洲有出版汉字版甲罗马字版会当选择前几工阮有出版一本叫做《牛地的初学》就是迄个优古列伊咧讲的关系安怎来证明牛地学的知识这知识拢足简单，就是各种时代的数学咱会使袂晓数学不要紧，不过唔通袂晓用台语来讨论数学这本册就是一个起头互大家会当来学习数学相关的台语的语序甲句法这是电子册若要交关来这 tiny.cc 一片牛地费用是10块嘛是有纸本的册啦遮拢有纸本的物件通买若是想要来买纸本的就去阮的 H 顶悬的这个店头就是 H 的金南书院的店头就会当买到纸本的册若是伫咧台湾咧阮应该是后个月嘛是寄互台语鸟来买安尼这去年毋是这2当前这两当前有出版的台语课本伫Amazon 有咧卖你若是有咧教美国囡仔讲台语这本课本真适合嘛是会当来交关照顾阮即马有办即个细汉囡仔的共学团就是带囡仔去公园佚佗啦逐礼拜拜五下晡3点钟约束伫咧公园啦即款所在甲囡仔同齐耍若是厝内有细汉囡仔咧，就欢迎来参加寄批来阮书院来问安怎来参加这是无聊的就无收钱你若是有囡仔伫咧美国的学校伫读册定定都会举办即款的国际日啦文化节即款的活动你若是讲咧请大家啉粉圆啉茶，了解台湾文化、台湾语言欠所费不要紧你来写批来阮书院遮，甲阮申请补助我就会甲你补贴一寡所费以上是阮关系阮书院的小解甲近来的事工过来时间就交互魏文兄。好我来甲我的图放互大家看。我来瞧一下。好即马大家敢有看到我的电脑？有好大家好，今日我来甲大家介绍一个是要安怎用 AI 来帮助咱来做工课这是咱用台语讲万项面的其中一个单元因为 AI 这几年来足强的嘛足好用的咱是要安怎互伊用较好用的方法来甲咱斗相共，因为几年前伫 AI 伫消费者产品甲出来的时阵，阮可能咧用的时阵拢是加开讲尔但是若是开讲就亲像一个你请一个助理，但是伊
敢若出一支喙，伊就无骹无手来甲你斗做事，安尼就感觉较无遐有路用。今日咱有一寡例会当互大家看卖，安尼是爱安怎互伊用较方便的方式来帮助咱。我是陈伟文今日咱讲的内容是互一般人嘛会使用的，毋是干那互工程师才会晓的物件。安尼，我在想讲进前若是大家看到即张若是学生囝讲，安那互 AI 甲你斗做功课袂歹互伊来做功课都毋免家己写，毋是这是斗做工课，毋是做功课这两字可能有当时看伤紧的看无安尼，哇，这是讲笑亏啦，今日要讲的内底的物件，就为大家拢差不多应该有用过的所在开始，安尼慢慢阁有一寡无共的例，安怎用讲的，互伊开始会当做一寡物件，安尼阁有讲，你若是家己电脑内底有一寡代志要互伊斗做，你爱安怎来用，阁有一般的 AI 的知识是讲，你在用的时阵，伊啥物时阵可能会用到较毋对，爱安怎来避免，阁有一寡较深的主题安尼。咱就来开始。咱就对上简单的所在，若是亲像2-3年前，ChatGPT 刚出来尔的时阵，大家用的方法可能就已经感觉伊有真侪帮助亲像讲，你若是有一寡较看无的亲像医学的物件请伊解说一下，伊就会当用较简单的方式甲你讲。也是你讲你要画一个电子批，想要写甲较有礼貌的，伊嘛是会当互伊甲你斗写。也是讲你咧看足长的文章，你家己看袂赴，你嘛会使甲规篇答互伊看，互伊简单讲两句安尼，你知影伊大概意思。也是讲画面无去画面阁无去好，歹势。咱即马换一个方法，若是用安尼看卖，刚看到物件。好，来继续，歹势若是讲你伫看啥物文章的时阵，你若是用你看无的文字写的，伊嘛会当规篇答互 AI 来甲你做翻译。但是伫遮就是讲。你要互伊看啥物物件，你拢爱家己甲伊答过去。伊若是你要请伊写电子批，伊写了的物件，你嘛是要甲伊答去你电子批的亲像 Gmail 内底。你拢家己伫遐答来答去，伊就出一支喙伫遐甲你开讲尔，用起来就较袂顺。所以讲即马足侪 AI 的产品都甲伊用到较方便。咱下骹就来看卖，伊有啥物物件会当阁帮助咱来做。讲到AI 的产品呢，可能大家拢有听过 ChatGPT 嘛，伊就是OpenAI 这间公司出来，伊算讲是甲 AI 的产品做甲互一般消费者会当好用，AI 伫一般人的世界内底，规个穿起来。一般人拢在用了，嘛足侪公司嘛开始出一寡 AI 的产品，亲像有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因出的 Cloud， 就是即马大家较少在用来写库的物件。毋但迄间尔，阁有足侪间的。Google 嘛是有出，Google 出的迄个叫做 Gemini。亲像你即马伫 Google 馆顶在找物件。有当时会看到下骹有一个是讲AI 甲你回答的物件，这都是用 Gemini 这个 model 来做的。伊即马嘛是伫 Android， 也是以后伫Apple 的 iPhone 馆顶嘛是有整合伫馆顶。
安尼咱过来要用的咧是主要是用code 来做的。咱就来看卖用安怎是用讲的，就会当互伊开始做一寡代志。咱遮伫用的物件，code AI， 若是咱安尼直接甲伊拍开伫遮你就会当，这看起来甲 ChatGPT 嘛无啥无共，你嘛是伫遮拍讲你要互伊做的物件。伫遮咧，你就是爱经你看爱用倒一个 model。Opus 是较巧的一个，但是较巧嘛是较贵。Sonnet 就较俗，Haiku 就是上俗的一个。你都阁会使去经讲，你经倒一个 model 了，伊在想的时阵爱想偌久力。若想甲愈久力，伊就会动作较慢，因为伊会开较侪时间在想。但是若想较侪，伊做的品质就会较好安尼。这就是家己会当选的物件。咱来讲一个较简单的咧，亲像讲，咱要互伊做一个网页内底的game，咱就会当直接甲伊讲，亲像讲伫遮就直接甲伊讲 make a tic-tac-toe game for me，伊就会当甲伊做出来。咱来加看卖一下我遮录的即马是用2倍的速度在放，其实伊速度无遮紧咱是用2倍来放来较省时间。咱来遮看者，伊拄则开始的时阵，又开始讲伊在想嘛。你若是感觉较新鲜，你毋知伊在想啥物，你嘛会当甲伊点开，看卖伊内底在想啥物。但是阮平常时，你若是讲互伊做代志，你无爱甲伊拍开嘛无要紧。伊伫遮是加拍开来看卖伊在想啥物，方便咱来说明安尼。伊内底就开始咧想，这个爱安怎设计，刷落来，伊就开始写 code 你看伊即马伫咧写 CSS 的部分，等下写了就伊是一个网站网页game 所以讲伊开始遮就会当写内底写到 JavaScript 的部分，这嘛是看趣味的尔啦，叫伊做即件代志，你其实遐毋免加拍开，靠你看无嘛无要紧。重点是讲，伊做了，你就会当开始直接伫内底用。用看卖伊行为是甲你想的共款无共款，做对毋对安尼？伊即做了的物件，你是会当甲伊拍开伫别个所在亲像讲伫遮，伊本身就是一个网页的物件尔，所以你甲伊 copy 出来了，你是安尼是会使用的好来但是讲你用即个做了，伊是一个较简单的例但是咱有真济的工课，毋是讲简单甲叫伊讲一句话，伊就完全100%做甲你想的完全一模一样。一般来讲你要互伊做的工课，若较复杂，你就较袂当讲叫伊讲一句伊就完全做了。若是讲一句伊做了毋对免怎？后来刷落来，咱来用一个小可较复杂的咧，来甲大家讲，安尼是安怎来处理？进前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酷，伊有一个节目伫 YouTube 观顶叫做中文怪物，内底第一关呢是讲写一句华语，下骹学一寡伫学中文的外国人来互伊要讲每一个字的声调是啥物。华语内底14个调呢，台语有7、8个调，较复杂，安尼算起来可能阁较趣味。好咱就来看卖，敢会使甲即个物件用台语的方式给做出来。安尼咱爱安怎甲伊讲？头一句可能就是
加讲咱要做的即个物件，甲中文怪物即个YouTube 的节目是一对内底出来，互伊加一寡背景会知影。过来咧，就是讲即个 YouTube 的节目伊无一定有看过啊。伊若是无看过，伊嘛毋知影阮在讲啥物，所以就讲 if you don't know, look it up。安尼就是互伊有骹有手的意思，就是讲伊若是去网络观顶去找，安尼伊就会知影阮在甲伊讲啥物。你若是无加讲即句，伊有可能嘛会去找，但是你若是加讲，伊去找的几率就会较悬。而且介后一句就是讲，咱要看到的是啥物画面，就直接加讲 show a sentence in 白话字 and let the user click the tone for each character。安尼伊就知影讲，咱要看的是关顶一句白话字的词，还是一句话。下骹就是有一寡互使用者去点的，看是啥物声调安尼。咱伫内底用即个就是讲咱爱安怎去给说明讲爱做啥物代志。即款代志嘛是一款若是做了较好，若是开足侪时间用较科学、较工程的方法来去做，咱会当就给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即马嘛是真重要的概念伫内底。好，咱来就给试看卖。嘛是即句给拍落 ，Make a tone guessing game in 台语 ，similar to the YouTube show。中文怪物 ，If you don't know, look it up， 叫我去查。Show a sentence in 白话字 and let the user click the tone for each character。安个试落，试落了，伊就赶快开始想嘛。伊直接伊就会想讲，伊毋知影中文怪物即个节目是啥，伊爱去查，佫知影讲台语有7条。伊佫开始想讲遮若是用白话字，有一寡物件是爱安怎写，佫有调内底佫有变调。若是要家己写出来，伊爱用 Unicode 安怎在想。其实伊遮会开足侪时间在想，因为咱遮在调的是用 Opus， 就是一个较巧的 model。即个模型伊较巧嘛，咱佫叫伊想较出来的。伊就真正会想足久，但是想较久，品质嘛会较好啦。咱若是无爱看伊讲伊想的物件，看较济，咱嘛加转较后壁的。伊想到遮就有在想讲内底题目爱安怎处安尼。差不多应该是到遮吼，想到阮这已经想两杯在放到遮已经想差不多8分钟伊8分钟想了差不多即马会当开始写 code 即马伊就是写一寡物件安尼这拢是 JavaScript 若是这是题目嘛咱看伊看起来写的速度紧但是这是2倍在放若是你平常时你若是坐伫边伫看伊在做工课，嘛是感觉开真侪时间的但是咱平常时是讲叫伊做一个代志你就会当刷去别位做别项代志，等伊做了倒来看伊讲做了对毋对安尼。伊转到伊差不多写了的所在，咱伊伫遮写了，伊就甲你报告讲开始伊做了啥物代志伊有想过啥物物件，甲伊拍过来看卖。看起来嘛，亲像有一个模样伫咧，但是甲咱心内想的无完全共款因为阮是甲伊讲，伊是要伫遐写一个关顶一个白话字，但是即马伊佫有汉字栏伫内底，下骹咱咧选声调的所在，嘛是伊用一个亲像图安尼在画，内底佫有真侪字，人甲画面无啥好看安尼，是安怎？伊就做了
做了无要紧，阮讲倒位要互伊修改，就结讲。对待即个 AI 的助理呢，你嘛是会当甲伊当做一个巧巧的助理安尼，亲像一个人安尼。你要想讲你一件代志要互一个助理做会出来，你是毋是爱甲伊互伊一寡背景，互伊一寡足详细指令，佮有讲即个助理伊要看的物件。你嘛是爱互即个 AI 助理看会着，安尼伊才会有法度甲物件安尼做出来。安尼伊起码伊第一版做出来物件，你会当都毋免去详细看伊写出来是啥物，你就该用，用了你有啥物物件你看着，无介意就甲伊讲，安尼咱就来加试看觅。迄摆我发现讲，看起来无啥有一寡所在无啥对嘛。Simplify the UI, no need to show 汉字，就是写白话字就好。Show 7 tones, no need to selectively hide part of them。迄阵伊是第4条甲第8条有当时爱出来尔，但是咱是想要讲迄个全部出来。我倒下骹叫伊写白话字的符号就好，毋通内底烂足济。佫有讲叫伊用一个HTML， 安尼咱才会使甲一个档案去搭伫别个所在，直接会当用安尼。伊即马佫开始想伊在想讲，迄声调若是双母音的时阵，要标伫头前后壁安尼。有当时看伊在想啥物是心息成熟但是这是平常时是无需要做的代志。咱就甲伊转到较后壁的。伊就想了，伊就甲咱报告讲伊即马决定爱安怎做伊直接因为咱是甲伊叫伊用 HTML 来定写，伊才会全部定写，无伊其实是会当把一个档案拍开，内底看倒一撮写毋对，伊就改迄撮就好。这个差别是伫倒咧？若是较旧的AI 助理，伊可能大概你若要叫伊写啥物物件，伊拢是为头开始全部写一改，你叫伊改其中的一两句话、一两字，伊嘛是规个搁写一摆，就袂使，较嘛是袂使啦，就是较浪费时间安尼。AI 在即个助理工具在收钱的时阵，伊是根据你选倒一款的模型，愈巧的就较贵。佫有讲伊伫内底做的时间，伊其实收钱是看伊开偌侪 token 在做代志啦。但是伊 token 在用的速度是固定的。你就会当想讲伊是开偌侪时间，亲像顶摆伊开8分钟在想代志，你就是会当想讲安尼就是伊若时间开愈久，就是开愈侪钱伫遐安尼。安尼伊是想甲差不多，靠嘛写甲差不多了，你会当直接看到讲伊咧改的所在等下应该会出来。伊咧改的时阵，亲像直接，伊是讲几撮去改掉，伊安尼都毋是全部定写，伊是看有倒位写毋对，就改迄几撮尔。安尼第二改改了，看起就甲咱想的较像悬顶嘛无汉字下骹嘛是都一个简单的符号安尼出来尔。安尼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佫有一寡较小的问题，就是讲你看遮第8条遮悬顶这应该是有一撮伫遐，但是伊就无表现出来。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对看起来物件应该是差不多得要会使
但是咱遮个差一丝丝啦。第二届做了的物件啦，其实嘛是会使伫遮给看。这就是咱目前改的版本。你看遮有一个箍仔，应该是爱伫悬顶，但是伊都无画出来。亲像这个就是行路乌这个音应该是乌悬顶，佫有一点，但是伊无画出来。这嘛是同款意思。安尼同款，咱就看到啥毋对，就叫伊改嘛。你其实嘛无需要讲知影爱安怎改，也是讲看有伊写的课，拢毋免。伫遮，因为咱知影讲，这个问题是出伫迄个字形的方向，所以咱就加讲 ，Do we need to change font？ 安尼加小可提醒一下。其实你若无甲伊讲，伊用上巧的model，伊嘛是会知。但是讲你方向加讲一下，伊可能就毋免想遐久。安尼嘛是就一句话加拍入去。The S tone and the O symbol are not rendered correctly. Do we need to change the font? Debug this and fix it. 就叫伊去修改。最后这嘛是应该是较紧。伊即马的问题就是讲，伊迄个符号是较暗搭，较晚搭有加入 Unicode 的标准内底，是伫2005年的时阵才加入去的，嘛是20年前但是就是嘛是比其他的文字较慢，所以讲有一寡的字型都无加遐较新的 Unicode 的物件加入去，就是讲无所有的字型都拢有即字就对。但是伊就知影讲倒一款的有，伊就伫内底会当计算。伊即马拢决定讲，即马爱用即款字型才有法度来做。但是伊想要讲，这一个档案的网页，伊是无爱讲你阁有要用网络会当用，伊就甲规个的字型加放入来，放入即个档案内底。伊就决定安尼做了，伊就开始想，阁来伊会走一寡命令安尼，伊即个命令就会甲伊个字型加放入去安尼。伊放了，咱就会当看伊修甲安怎，加拍开来看卖。咱就会当点较后壁，安尼加点开。你看这就看起来足舒适的。安尼头前就是一个例，甲大家讲，你若是要用叫伊做一寡代志，是爱透过写库的方式来做的。其实你嘛无需要看有，你就伊写了，你就用看卖，看伊的行为对啊毋对，甲伊讲。安尼修的应该都差不多啊。到目前为止，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迄个我想要问一下，迄个你头拄讲，亲像伊就是要讲收钱的法度啊，会靠 token 啊啥，倒位看会着讲，就是到底是，譬如讲，伊 token 是爱先买，还是讲伊是逐个月付钱，你就是有偌济时间会使用，还是安怎？倒位看会着，咱会知影剩偌济？对即款就是讲，你若是以咱即边的咧，你在用的时阵咱看遮好啊。我这是有付钱的口座，若是你无付钱的时阵咧，Opus 这应该是袂当用，但是下骹两个会当用。你在用的时阵，伊会甲你我这是偌贵的，一个月20块。伊在看的时阵呢，伊有一个usage quota，你会看到 usage 啥，伊悬顶是有一个5点钟在算的quota，阁有一礼拜在算，一礼拜算一届的。你若是
开始用了，伊就开始算5点钟。你5点钟若是你用伤济，你100%用了，你就爱等到这5分钟汤仔过去了，你刷落来才会当继续用，无你就卡掉的，伊就无爱互你用。所以讲，你若是要伫你的5点钟的内底爱做较侪代志，你可能就爱选较俗的 model， 也是讲你互伊莫想遐济，就甲伊关较细安尼，伊开 token 的速度就毋是速度啦，伊开 token 的量就较少安尼，但是品质就可能较无遐好安尼。好，了解，多谢。好，喂。好，来咱迄阵讲的物件差不多是讲伊规个位头开始写，伊毋是讲你有一个啥物物件伊要看，但是有足侪款的工课毋是安尼，有足侪工课，你是讲我有足侪档案伫我的电脑内底，要互伊看，当做伊的背景资料是啥款？也是讲，咱要互伊创造新的档案出来，安尼就是爱互伊有这个方法，有骹有手，才有法度甲你斗做代志。咱后一个咧，就是来讲，你若是伫电脑馆顶有一寡档案要互伊处理，安尼是要安怎做？但是伫做这件代志进前有一寡较重要的观念爱有，就是讲。AI 在做代志无100%对的就是讲你若是开互伊一寡管理，互伊去改你的物件，伊可能有改好改歹，甚至讲甲你的档案给刣掉，安尼你若是无法度搁甲伊救回来，就是就较害。所以讲你若是要加开这个进程爱记的，你要放入去内底的档案，爱伫别位搁有放一份。你若有一个 backup，伊若是无小心改毋对，也是给刣掉，你就会当搁有法度甲救回来。好，咱遮下咧就是讲，咱有一寡收据乱糟糟放伫一个放伫电脑内底，但是伊名拢互到看无安尼阮阁想要甲内底内容甲全部整理做一个 spreadsheet 内底，安尼才知影伊咧创啥物。咱来看一下，咱的咧是生做啥款。这是咱电脑内底一个资料夹，内底就是阁有 PDF，阁有一寡是翕相起来的，名拢乱糟糟安尼，来给拍开看内底生做啥款内底有一寡就世界买物件，有伫美国的，有伫台湾的，内底的钱有美金，有的是新台票，内底有中文，有英文安尼，足复杂。咱就来看，那这件代志要互 AI 助理甲咱斗做，是要安怎来用？刷落来，咱要用的物件，较小可无共款，毋是直接伫这网页馆顶伫用的，伊是要去录一个叫做 Cloud Cowork 的工具，但是你到了以后看起来，伊的画面嘛是无差介济。咱先加看者，伊嘛是有一个所在，互你拍字，讲叫伊要创啥物代志。上大的差别是伫遮，你着爱试遮，你要互伊用的档案，伊的 folder 加讲，伊嘛会当毋尔看尔，伊阁会当去内底改。咱要互伊做啥物代志，就伫遮拍字加讲 ，organize all the receipts by renaming them and consolidate to a spreadsheet。都两件代志，一个是爱改名，改甲较好看，一个是要甲内底内容加放伫个 spreadsheet 内底。伊即马看到
讲啊要改名啊是要安怎改，伊就甲咱问，这是伊甲咱问的问题，啊是要日期放伫头前啊是安怎安尼，啊咱就加回答，就加选讲要安怎用。啊第二个问题是讲啊你要改名，你是爱直接去改过去，还是讲爱放伫by subfolder 下骹？吼，啊伊就开始想讲啊刷落来要有几步来落去做，啊伊就会去看迄档案内容，啊过去亲像伊PDF 就直接给内底文字给贴出来看，啊这较无共款的是，伊内底有一寡图嘛，啊伊这图伊就是家己真正给拍开来看。啊，因为咱用的这个 model 是multi model， 伊会当支援唔尔是文字尔，伊嘛是会当直接看，伊会当直接看图。迄阵网络亲像有一寡小可卡，大家敢有够听到我的声？有听到你的声，你的影无得叮当，毋过声还够 OK。哦，歹势，亲像咱厝内可能网络即马怪怪。好，咱来继续看。伊即马已经甲咱的档案名拢改了差不多啊，看起来都清气较济。伊是安怎改名咧？伊嘛是伫内底走一个指令安尼，后壁伊拢是用写扣的方式来做的。可能咱平常时叫伊做啥物代志，伊后壁是安怎做你无一定爱知影，就是伫即个内底，伊后壁拢是用足侪写扣的方法来甲你斗相共安尼。好，即马伊走甲差不多，伊名改好刷落来，伊就是看内底爱安怎甲你的迄数字，还是甲伊整理起来，放伫一个 spreadsheet 内底。spreadsheet 安怎做？伊嘛是用写扣的方法来甲内底的物件全部电出来。好，安尼伊就算讲完成咱互伊的任务嘛。这名嘛是改了较好看。好，但是即马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伫改头前2个例，伊在做的代志是写一个网页的 again， 你足简单就会当看到伊写了对啊毋对，你嘛毋免去看伊的库，但是即马即项的工课就变做讲，好，伊代志做了但是你敢知影伊做了到底是对啊毋对？即件代志，咱阁会当想讲，你若是真正请一个助理，真个人来甲你斗相共，做即件代志做了，你敢是要家己去做检查？安尼嘛伤忝。你若是一抓检查，安尼你开的时间，可能甲你家己做，可能嘛是爱差不多开一半的时间伫遐吼。安尼伊就无真正有帮助，互咱足济嘛。安是安怎？若是你真正请一个助理，上简单的方法就是搁请第2个，叫伊搁做一届，比较看卖甲第1个助理做的物件敢有相共。若是有相共，可能就无算毋对安尼。哦，用 AI 助理的时阵，咱嘛是会当用差不多的方法来做。咱迄阵是用 Claude Cowork 嘛，即马会当用 OpenAI， 伊嘛是有出 OpenAI， 就是迄间出 ChatGPT 的公司，伊嘛是有出一寡较厉害的 Agentic AI 的工具，互咱用名号做 Codex。即两个吼，拢是爱有6钱的口座，才有当用着即款的功能。若是免费的口座，应该是袂当用。好，无要紧，咱继续来看一个。咱为头前开始，直接画面看起来，即个已经是OpenAI 出的 Codex， 其实看起来差不多。你嘛是直接选讲你要甲倒一个folder 互伊看。
咱遮嘛是互伊共款的物件，毋是整理过，是也未整理进前的版本。伫遮嘛是会使经讲你要用倒一个模型来走。咱用这个5.5是上巧的迄个。伫遮经要想看要出偌济力，嘛是家己经海安尼，互伊较认真想的。钢管即句给打落去，给试落。开始嘛是在想，是安怎爱用第二个无共款的公司咧？因产品，是因为讲伊内底的模型若无共款，伊的想法可能嘛袂完全共款。安尼可能嘛较袂讲做两届，结果毋对伫完全共款的所在安尼。你伫遮咧看吼，伊的想法都甲拄则迄个用Claude的想法较无共款哦。伊伫遮是讲，伊想要用 OCR， 就是讲毋领是 PDF 尔，伊连迄个图，伊嘛是爱甲内底文字先甲伊抽出来，伊就去处理文字就好，伊无想要直接看图，伊的做法就一开始就有一寡较无相像的所在啊，但是讲伊迄摆嘛是开始咧写稿，甲内底诶资料给抽出来嘛。抽了伊就继续开始想，但是即摆拄着一个问题，伊讲用英语的 OCR， 伊中文看无，结果伊到最后嘛是爱搁甲图家己拍开来看安尼。搁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是，伊就无问咱要改名是安怎改，伊就家己想一个合理的方法，伊就家己改起来啊。安尼伊家己决定了，伊搁开始在写讲继续是要安怎甲内底的内容抽出来。咱就加转到较后壁，就是伊后壁伊名改好了，伊要生迄个 spreadsheet， 伊嘛是写一个写一个code来甲生出来。咱就到盖后给拍开看卖，伊生出来的 spreadsheet 生做啥款？安开出来，内底甲情节咧嘛是差不多，伊做起来物件都是嘛是有甲咱的开销做一寡分类，分类内底无完全共款但是咱重点就小可看一下，盖后内底有几张用美金几张代表数字对了敢有合，这就是伊名改了的结果。最后美金偌济代表偌济，伊数字是共款，咱就小可较有信心。就亲像讲，你请两个助理，伊两个人做出来结果共款，你就是较放心嘛。但是嘛，毋是讲两个人结果共款就100%对啦。较复杂的所在就无一定是安尼讲，叫两个来做都有够安尼。安尼咱搁讲倒转来，即马讲有3间公司嘛 ，OpenAI、Anthropic 甲 Google。是安那咱无爱直接经一间公司的产品，就直接给用就好。是安怎爱摕两间伫遐比较？咱讲经一个做了上好的吼，但是每一个时间上好的毋是同一间呢？亲像咱3年前OpenAI 出了，足侪公司嘛开始在差不多的产品出来。一开始差不多拢是 OpenAI 做了上好但是最近1年咧，你会当看这个情形，就是讲看倒一间公司，伊宣布讲有上新的模型出来可能迄个月伊就是第1名。但是后个月搁换一间公司，搁杀一个因上新的 model 出来，即摆第1名都换人做你伫遮看第1名拢无一定是啥物人哦。所以讲做一个消费者，咱在用 AI 产品的时阵，嘛无一定讲爱一直用同一间公司的产品因为第1名的公司无共时间是无共人
你若是用无共款的公司做的产品，也是模型来做共款的代志，互相比较，尼嘛是较会当确定讲伊做的品质较好。咱起码是用直接甲同款的物件撒互两个产品来用嘛。但是咱若是用较科学、较工程的方式来甲即几件代志来自动化，安尼咱是会当加叫做 agentic engineering。若是用 AI 在做工课做甲较认真的公司，也是即款的状况，就是爱伫遮开较济的时间，甲规个流程自动化，安尼就会当互 AI 家己对家己的做出来物件做检查，安尼。讲到家己对家己做检查，有几种无共款的方式，咱伫遮就小可讲者。若是你是伫同一个对话窗内底，伊拄仔做了。你就甲伊讲你即马做的物件，你家己检查一下。的做法就亲像讲，你伫考试的时阵，你规张考试单写了，你都搁马上位头搁用搁检查一摆。你检查的时阵，可能你会发现讲你有啥物错误嘛。但是你伫考试的时阵，你若是搁安尼用共款的方式搁算一摆，可能你共一题，你用共款无毋对的方法，算两摆嘛是当共款，但是也是毋对啊。搁较好的方式是安怎？亲像你一张考试单写了，你先甲囥的，一个月了，你过来摕一张新的，搁写一摆。安尼你已经拢顶个月安怎想的，拢袂记了，你重新搁家想一摆，用可能是无共款的方式来算。安尼是毋是你算了答案，甲顶届无共款的几率较悬？若是安尼，若是算起来甲顶届无共款，你就会当知影，一定有一个有一个毋对嘛。即个方式，你若是放伫用 AI 助理使用的情景下骹，就是讲你开一个新的对话窗。因为即个新的对话窗，伊看袂到进前迄个伊是安怎想安怎写的。你甲结果搭到第二个去，若是讲你直接搁伊位头搁做一摆来比较讲伊做出来物件敢有啥无共款。即个方式就比第一个搁较好嘛，因为你可能是用无共款的做法来做。敢搁有搁较好的方法，亲像你考试单写了，互隔壁同学搁摕一张新的，叫伊嘛写一摆，恁两个再交换做检查，是毋是搁较好？因为你隔壁迄个可能伊有诶会晓写，有诶袂晓写，甲你会晓写诶可能无共款恁两个做伙比较了，你出来分数可能是比恁两个人分别做诶分数搁较悬嘛。亲像即个做法，即款诶做法，就甲咱拄则用诶方法差不多，就是叫两间公司无共款诶模型，共一个代志，就是一人做一摆，搁来比较。即个方法就是较贵，但是伊诶品质可能较好。AI 家己全部检查了，可能你嘛是最后爱家己看者。若是你无才调看，若是较重要的物件，可能爱请专家来看者。但是嘛是爱看你做诶代志是啥款若是讲是迄款，你无一定爱知影伊安怎做，但是伊做了好对毋对，你足简单会当判断。安尼就是叫 AI 助理来做，就是较适合的代志。亲像咱头两个咧，就是伊写一个网页的邮件，你就是去算看卖嘛。行为对还是毋对，是马上看会出来的物件。但是有一寡工课是要检查，嘛是爱开真侪功夫的物件。安尼你可能就是叫
几只 AI 家己去做检查，若是有一寡物件是足恶检查，伊的最后的结果阁是足重要，袂使做毋对的。亲像讲医学物件，还是在甲你讨论法律的物件，还是在讲投资，安尼你就可能爱有人的专家来看者，安尼会较适合。好，咱讲到遮，讲的拢是互伊处理你电脑管顶的物件，但是即马足侪人的资料毋是放伫家己的电脑管顶，是伫线顶的资料，亲像讲你电子批可能是放伫 Gmail 内底，也是讲你有足侪档案，你毋是放伫家己电脑，你是放伫 Google Drive， 安尼你是爱安怎互你的 AI 助理伊有骹有手去有即个材料去看你的伫别位的物件，就是爱做一寡设定去，咱下骹咧就是用 Claude 过来看一下，你著甲 Claude 打开，内底有 Customize， 点开了，伊有一个 Connect Your Apps， 就是讲你要互伊一寡较悬的权限去互你看你的伫别位服务的资料。咱下骹咧就是来看伊内底有啥物件会当甲伊连起来，伫内底去找 Gmail， 就有伫遮。你甲点开，伊就会甲伊连做伙。内底伊会当用的物件，伊差不多是分做两类，一个是 read-only tools， 就是伊敢若读尔，就是讲起来伊较安全，就是讲伊若 AI 做的代志毋对，伊至少袂甲你的物件创甲无去。下骹就是伊有材料去写，还是去杀掉，这就较危险。一般的工具拢是甲管顶的讲你直接去看都会使，但是下骹可能较危险的，你就是伊在做的进程爱甲你问，你就爱看者，看伊做了对啊毋对安尼。好，讲到遮应该大家差不多知影讲咱在讲 agentic AI 甲较古早毋是 agentic AI 有啥物无共嘛？因为若是安尼甲设定了拄好，你就无需要讲逐项代志拢家己搭来搭去，伊家己有即个材料去看伊应该爱看的物件，去做伊爱做的代志，就是变做即个助理，伊毋是干那出一支喙尔，伊即马是有骹有手，会当甲你斗做事。好，安尼到遮，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好，咱来继续讲落去。好咱头前讲的即个是讲，你爱安怎互伊甲你斗相共做代志，但是下骹要讲的就较复杂一寡，就是讲你爱伊在做的代志无一定拢对，你爱安怎来加创伊做的代志，才会甲你想的较共。安尼，伊 AI 的行为有当时嘛是甲人有一寡相像啦，就是讲伊嘛是知影你爱甲伊听好听话，但是这代志就变做讲，你若是请一个助理，伊规工就甲你学咯，代志无一定做甲好，袂使啊。尤其是安怎咧？若是讲你讲你写一篇报告，你要请
助理甲斗看，结果伊就加讲，哦，你写得较足好诶，但是我想要伊做诶代志是，伊爱甲我讲，我内底有倒位写甲无好，安怎改会较好，结果伊一直甲我学咯，无效啊，想要安怎？有这件代志吼，其实迄做 AI 产品诶公司嘛知影，但是伊咧训练伊诶模型诶时阵，伊是甲伊诶对话拢放伫迄训练诶过程内底，安尼因为大家咧用诶时阵，看到伊若是甲伊学咯，你就较欢喜嘛，伊就是要互使用者欢喜，但是伊就安尼就学甲歪去。这公司嘛知影即件代志，伊嘛是有在修改。但是我是感觉即件代志无法度100%甲伊修了，因为伊一个产品，伊要互使用者用甲欢喜，甲有路用，即两件代志可能是有一点仔冲突，就是讲伊可能袂当甲伊完全做甲拢无爱甲你学咯，你用起来，伊可能定互你的助理嘛，嘛是用较无爽快对吧？嘿，但是有当时你想要真正听伊甲你批评，莫想无爱听好听话，你会当用一步，就是讲你一篇报告写了，要互伊斗看，你就莫甲讲，是你写的，讲我当初写这篇出来，感觉亲像写甲无介好，你敢会当甲我斗看者，看内底有倒位，看会当安怎会当改较好，就算讲这 AI 助理是就想要甲你学咯，但是这篇嘛毋是你写的啊，伊就袂讲一直惊讲话较直接，讲甲互你足伤心安尼，因为嘛毋是你写的吼，就是一个撇步啦，就是讲你若是真正无爱听好听话，会当用这步安尼。另外一个所在是讲，伊即摆 AI 足有自信，甲你画好咱，是安怎？就是讲你看伊的结果的时阵，你嘛是爱保持一个怀疑的精神。这件代志毋单一般人会犯即款的物件吼，就是讲咱有当时伫新闻嘛有咧看，有足侪论文后壁迄个 reference 列出来，毋是真正的 paper 就是 AI 家己想出来，这拢无存在的，就是讲，就算讲遐科学家有当时伊若无注意，嘛是会达到即个，这其实讲无100%防止的方法啦，但是你若是互伊一寡较侪的假使，伊可能会做了较好，亲像讲叫伊讲后壁迄 reference 逐条拢爱去网络观顶先去查过，也是讲爱有证据，讲伊讲的代志，你就会当加问讲这件代志你是安怎知影？你是家己想的，还是讲你有去看倒位的资料安尼？就是爱保持一个怀疑的精神啦。咱搁来讲另外一个知识，就是讲伊一个 AI 的助理，伊的能力是为倒位来的？一个产品伊有中间一个模型嘛？模型伊是有巧还是无巧？就是伊影响伊的能力足大的一部分。但是除了伊的头脑了，伊的骹、伊的手嘛是足重要的。亲像讲，除了伊的大脑了，其他的物件，咱会当一般是加讲叫做 harness 啦，就是马安怎讲？马鞍，就是骑马的时阵，放伫马冠顶的迄堆的物件。就是讲，包括讲伊的一开始的 system prompt，就是公司在讲你叫啥物名，会当做啥物代志，
佫有一寡 context，就是讲你叫伊做代志的时阵，你有啥物背景的资料会当先互伊看，也是一寡假使，就是会讲你会当去看我的 Gmail， 也是讲你会当去用 Google 查资料，遮的其他的 harness 嘛是影响较大，咱后壁会有例去讲着。咱的例就是讲，一个简单的例，就是一句英语叫伊去翻做台语。英语阮遮是拣一个较短、较简单的例啦。You can build your own software now just by talking to the computer。咱就拣3个无共款的模型来做。佫甲大家提醒一下 ，Opus 是上贵的迄个。Sonnet 就较戆，Haiku 是上俗迄个。咱来看伊翻做台语，翻了好啊毋好？来读者。Opus 讲，即马你干那甲电脑讲话，就会当家己做软体，听起来完全听有嘛。伊讲的方式嘛是真顺安尼。佫来看 Sonnet 安怎讲？伊讲。你打甲电脑讲话，就会使家己做软体啊。嘛是听有，但是头前遮听起感觉怪怪，应该是伊甲即个字囥伫即位，感觉文法可能无啥对。佫来看海库，即句我是完全看无啊，因为感觉伊是完全袂晓台语，伊就凊彩舞一句啊，可能伊家己毋知安怎生出来，中间佫斗一个英文的字伫内底，完全无翻，安尼就足食力咧。安尼是要安怎？即马咱看的是伊模型本身的能力，就是靠伊一粒头脑尔。咱来想吼，你若是请一个助理，伊袂晓台语，但是你硬要叫伊翻译对英语翻做台语，安尼伊可能就啥物代志拢做袂出来嘛，对无？即马是安怎？是要安怎？你即个助理，安尼你佮讲，无你去晓字典好无？虽然讲你袂晓讲，但是介绍你几个词要安怎讲，介绍你嘛是去查者嘛。对 AI 助理嘛是用共款的方法。咱该讲的物件，就除了叫伊做翻译了，过来就是讲，咱加互伊一个网站，个找台语，是一个线顶的字典，就加讲即件代志，就是互伊有骹有手嘛。安尼伊就会当去去网络广顶去查，过来，加讲一句look up every term and look up from English and from Mandarin to double check。安尼就是甲伊讲，你每一个词拢爱去查，因为咱是知影海库伊英语甲华语拢听有嘛，就是叫伊用两款的方式去查，安尼较伊就会做掉较好安尼。咱即句加拍了，嘛是加试落，即届伊就走足久，因为伊逐个词拢要去查一遍，伊家己佫袂晓，所以伊有一点就亲像在读册安尼，查足久，来回安尼变，但是伊结果就看起来较好势。顶届叫伊家己想的所在的时阵，伊就规句拢毋知咧讲啥。但是即马咱来看者，伊讲你会当当伊拼毋着，应该是 NG 但是伊安尼拼就变伊会当就你念起音就毋对啊。过来即个建筑应该伊是用 build 的。一个字安尼翻过去，但是台语咱毋是安尼讲的。
过来你家己软体，软体即个是有对，因为伊有字典有查着。即马这毋是啥物电脑讲话尔，讲话嘛是这偏毋对，但是规个品质比进前好足济啊。虽然是一个袂晓讲台语的模型，但是你互伊一本字典，伊嘛是加减会当讲一句差不多，嘛是爱半摇一句台语安尼。但是至少你差不多用的嘛是大概知影伊想要讲啥物安尼。咱遮要讲的，就是讲伊一个 AI 的产品，伊能力是两个部分你互伊有够的工具是一寡假使是真重要的代志。过来是你在问 AI 时阵，爱保持一个怀疑的精神。你问 AI， 伊若是直接甲你讲，伊若是物件无去查，可能看伊本身的头脑是好啊毋好啊。有当时若无介好，伊可能嘛是就自信甲你话好难呢。你若是直接个相信，可能就无介好。过来目前为止，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无？所来咱来继续讲吼。咱进前拢是为歹势，一定有一个问题啦，毋过伊拄则讲话是无声，小等一下，歹势。安谁安尼讲有声？有啊。有好。对我想要叫问一个，就是你头拄就是叫迄个 AI 去现字典的时阵，你除了等迄个网址互伊，你后壁有写一寡物件，就是叫伊去看倒一个看英语的部分看迄个中文的部分啥就是我看吼，所以你写这个物件是算是一种 code 还是？迄个是 URL， 就是讲，咱人在用找台语是开伊个表单着，你去个网页，伊有一个表单互你填嘛，对无？但是咧，假使在用找台语，会当跳过迄个表单，直接甲迄个表单用即个法度填好是送去，所以伊就无需要开迄个表单来送去找台语的引进。迄个表单的句法是安尼，这可能是单位阮家己去观察了发现的，伊个表单后壁是这物件。若无咧，若无我想你叫伊去看，伊嘛是会找出来讲原来是爱用安尼。毋过你就甲伊省一寡工，你就甲你家己省一寡钱。对，明行讲这无毋对。我其实第一届试的时阵，我是直接叫伊去用 browser 去看，结果咧，伊即款方式嘛是会使，但是都是效率足低，因为我是毋知影伊是安怎，伊出来结果亲像看较无，伊是查了出来结果迄页，伊是用图的方式去看，但是你用图的方式，毋是用文字的方式去看，可能内底伊是有足多我毋知，伊就是用图的方式去看，看第一页尔，伊就无甲伊卷去下骹，因为有当时较正确的翻译是出现到较下骹的词条，伊就无加卷去下骹去看，而且用图的方式去看是较了 token 的方式啦。结果我看，伊就伫遐母几步母到较后壁的时阵，伊已经袂记头前在创啥物因为 token 开伤济所以我就换一个方式讲，好你就莫用 browser 去看，
因为用浏览器，伊是用导的方式，若是用这个直接解安怎查 URL 加讲，伊就会用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查，安尼伊最后的结果，才有法度安尼有写了一个差不多个有法度看有的一句话，吼。即我嘛是试几若解。迄笔嘛是工程师，所以迄笔有迄款工程师的头脑，伊就会开即款方便的法度，互你会当甲资料抓出来。所以嘛，毋是讲逐个网站都会使安尼用哦。嘿。但是即件代志，就是讲你若是真正爱做，你就是叫一个较巧的模型，甲伊讲我想要写一个方法是用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查，毋卖用浏览器的方式来做，叫伊去先用浏览器的方式做一解，伊家己观察。伊看伊的 URL 有啥物款的方式，是甚至伊会当写一个 script， 这个 script 就会当互海库来叫，海库就甚至讲伊毋免直接去查，伊就是叫这个 script， 安尼伊就会当去查到字典安尼，你就是一个较巧的，甲一个较俗的，嘿，较巧的是出一个头脑，较俗的迄个是真正去做代志安尼。感觉有别的问题，就是真正敢若伫叫人做代志咧，有无共款的用法安尼。嘿咱起码拢是讲亲像是请一个 AI 助理，但是助理无一定是一个人哦，你请的可能毋是请一个细卡的助理，你是请一个主管，这个主管伊若是较巧，伊就是伊去做伊的计划，计划做了，实际上的代志，伊是叫一群的较细卡的助理去真正去做代志。即件代志，咱嘛有一个名加好，叫做用 sub agent， 就是讲助理主管伊家己无做代志，伊是叫迄比较细助理去甲代志做了。甲伊报告，伊倒来检查，安尼伊开的 contact 甲 token， 敢若开伫检查的悬顶，但是做代志伊就无开着。可能阮平常时是主管迄个，就用较贵的、较巧的，做代志迄就会当用较俗的。安尼有当时做代志阁会较紧，因为伊滚若食细只，伊会当同时去做，安尼就比一个主管家己伫遐一个人做阁较紧安尼。所以有当时会感觉讲用这个 AI 工具的时阵，有当时亲像在管一群人安尼，这里安怎管好嘛是有一寡管理的方法，这都嘛会当改叫做 agentic engineering， 就是一群的 agent， 你是安怎要互因会当合作。莫讲踏着别人的骹安尼。咱来继续。咱迄阵拢是讲，为使用者的方式来想。即摆咱来换一个角度吼，来想讲，你是去你是开公司在做 AI 产品的。你若是做一个 AI 产品，若是你做出来互大家用嘛，你就开始收钱，足快活。但是即摆若是有一寡教师囡仔，甲你黑白问问题，就问你的 AI 讲，我想要用画画的方式来做毒品，安怎做？你的 AI 就讲，来，我来甲你教，吼，伊真正物件做出来，即项毋着害。是讲，伊甲你问讲，我想要来做一个生化武器，但是我要安怎甲病毒给做出来咧？吼，安尼伊个嘛就足欢喜来甲伊教，安尼就袂使啊。到时这教师囡仔互警察抓去，你这个 AI 公司敢若拢无责任，嘛是有嘛？就是讲，你在训练一个 AI 时阵，伊会当做的物件足侪。
但是你伫咧做一个产品的时阵，你就要想讲，伊有能力会当做的物件，是毋是都一定爱真正互伊做出来？这就是讲，除了伊原本的能力，你搁爱加外口加一个限制互伊。无共款的公司甲无共款的国家，可能想要落的限制，嘛是方向有一寡无共。咱遮有一个趣味的咧吼，你若是我找几个模型有是为无共款的公司、无共款的国家做的，全部拢问伊同一个问题，看无共款的模型，伊回答会有啥物无共款？提问讲台湾的总统是啥？咱遮有 Claude 甲 Gemini 是美国的公司，遮DeepSeek 可能大家有听过，但是中国有足侪 AI 的公司嘛，这千问阁有 GOM、Kimi、Minimax 足侪有足侪是讲是啥物人伊就甲你讲是啥物人啥物时阵开始的，但是有一寡 model 伊就伫遐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总统这种概念安尼，你会当家想，其实嘛是真正常。你一间中国的公司，你做一个 AI 的产品，伫中国和中国人来用，若是有一个使用者来加问这个问题，讲台湾总统是啥人，你就甲伊讲是啥人，安尼敢会使？中国政府讲会当互你即个产品继续伫遐伫生活安尼，就是讲，大概无共款的国家甲公司可能要甲 AI model 有啥物限制，就是看每一个所在可能有一寡无共款，若是做一个差不多的分类，伫大部分的民主国家做出来的 AI 的产品，伊有落一寡限制，大部分是讲，你若是要问一寡问题，是讲安怎来做武器，也是讲你是有一寡自我伤害的所在，也是要做啥物炸弹，还是啥物的。伊就有可能讲我袂使甲你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安怎？若是伫一寡较威权的国家，威权国家是有几个，但是内底就是中国的 AI 发展比其他的国好真多，所以讲咱平常时会观察到的物件，就是讲若是讲甲伊讲一寡伊无介意的问题，伊就是亲像你甲伊讲啥物天安门的代志伊就会给撇开安尼。伊在做产品的时阵阁有一条，就是讲，就算讲你是用美国的模型来给问，但是伊训练的时阵因为语料库的内底物件无啥共款，你共款一个问题，你用英语给问，甲华语给问，你得到的答案可能嘛是有无共款的所在。尤其是讲你用华语在问的时阵，伊较有可能甲你回答的是甲中国的方向较共款，因为伊在训练模型的时阵，伊中文的语料库，你甲想嘛，伊要找足侪的资料出来而且是免费的较好。你若是要品质较悬的，亲像册本内底的物件，伊可能都要甲册摕过来，还是加授权是安怎？量足大的免费的资料，是毋是大部分是对中国来的？伫中国会当出版的物件，也是伫中国的网络观顶会当看到的。一定是有合中国政府的规定嘛？安尼就变做伊在训练的时阵，伊就伫内底学到一寡歪去的物件。你用中文在问伊问题的时阵，伊有当时会小可歪去。其实即款
做 AMI 的公司嘛是会知影，但是因为这件代志是伫咧语料库内底有污染，安尼嘛是爱足骨力，才有法度甲即款的影响给去掉。好，安尼但是即马都足废弃。咱若是讲伫民主国家厝的遮的 model， 阁有一寡威权国家做 model， 你加想就讲当然是爱用品质较好呀，但是无一定吼。你因为即几个伊收钱收甲足俗的，是安怎？一边是可能俗足济，但是内底可能伊会甲你回答，毋知是啥款的物件，安尼是要安怎做？其实这物件有一款解法啦。但是为一般消费者来讲，可能较复杂。就是咱一般人若是嘛袂晓写库是安怎，直接选民主国家出的 AI 产品可能较简单。但是伊遮因为伊的模型是用OpenWay， 就是讲伊的模型本身毋是讲藏伫公司内底，伊是一个互你会当家己download落来。若是你有厝内会当走会去的机器，你嘛是会当伫厝内家己走。但是一般人无遐厉害的机器一般是讲，若是别间公司，伊是要用亲像 DeepSeek 的模型去走伫伊家己的 server 内底，安尼伊就是你若是用即个模型，你资料都是袂互 DeepSeek 即个公司出的产品看到安尼，安尼就是中远的差别所在。所以讲，伊的产品甲伊的模型两个是无共款的代志吼。你若是亲像讲 DeepSeek， 你直接用伊出的产品，你的资料会直接走去伊的 server 内底，安尼就可能有一寡问题是你可能有物件无想要互伊看到。另外一个方法呢是讲共款的是DeepSeek 的 model， 但是伊是走伫别间公司的 server 内底。你若是较介意即间公司嘛讲伊袂摕你的资料去黑白创啥物，安尼你就会当嘛是用着共款的模型，但是都无迄个资料互人看，互你无介意的公司看到的风险。而且咱起码咱头拄讲的拢是你家己在用 AI 的时阵，爱安怎避免讲你的 AI 用的方式毋对，还是品质无好，还是做毋对代志。但是即马 AI 逐个人拢会使用毋是单单你会晓用 AI， 别人拢嘛会晓用 AI。若有厉害的物件，都会歹人会当家己摕来做歹代志嘛。而且讲即马 AI 生出来的图，有诶看起来甲相片根本都分袂出来。若是讲文字的部分，伊嘛是会当假是台湾人用正体的中文在写。亲像即马伫 Threads 也是伫 Facebook 的悬顶，都有足侪机器人，伊嘛是假台湾人伫悬顶写一寡物件。其实足甲伊分出来，伊是真正的人还是假的。就是讲，毋领是你家己用 AI 甲你生出来的报告，还是安怎，就是爱保持一个怀疑的心啦。就是伫网络悬顶看到的物件，无一定拢是真实的吼。讲倒转来，咱讲Open Model 是安怎变做是一个有法度解决的代志，就是讲，亲像进前Perplexity， 伊嘛是一个美国的公司，伊就是甲 DeepSeek 模型，搁摕来重新训练。甲内底中共的一寡你无爱伊有的限制，给摕掉，就放伫伊家己的产品内底。
用即个做法咧，就是变做讲，伊就有法度用较俗的方法去提供伊的服务，而且伊的模型内底就无迄个你无想要伫的行为伫内底。除了即间 Perplexity 的公司哦，其实嘛有足侪别间的公司，伊做的代志就是甲中国一寡 AI Lab 出的 OpenWeight 的模型，去甲伊重新做训练。咱下骹有一个 demo， 就是讲，这是我会记得是DeepSeek V4 Flash。咱来加问天然文的问题吼。正常若是即个模型，伊若是无重新训练过，伊下骹就开始甲你若毋是无要插你，就是伊会讲中国迄个讲法。但是这是改了的吼，伊就开始伊咧想，直接甲你回答。你看内底的物件，你就会知，其实所有的模型，伊咧一开始训练的时阵，伊逐项代志拢知影，伊嘛知影天安门发生啥物代志，伊嘛知影炸弹安怎做，伊嘛知影毒品安怎做，就是讲你要甲伊做变做产品的时阵，你就有一个做AI 的公司，你就会当选择讲你爱有啥物款的限制。互伊啥物代志袂当讲安尼，好，咱差不多讲到遮，就是讲你会当用无共款公司的服务来检查你做的代志有对毋对，甚至讲你共款的代志，你用华语问，还是用英语搁问一解，可能答案无100%共款吼，就是讲。若是较重要物件，就是爱加检查。嘛是甲身边的人讲，AI 是好物件，但是爱安怎用，才会当用着伊好的所在，无得着伊歹的所在安尼。好，到遮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嘿，好。我是阿秋。好，阿秋。我要请教讲，像讲咱放迄落家请教遐资料，伊敢有可能会外泄出去？搁有迄落拄啊，敢若拢无讲着迄落啥迄落 Meta 的啊，迄是就是开讲，伊迄种算是毋开讲？搁有即马搁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上尾问题就是，即马像讲，阮若无啥会晓操作即种 AI， 袂晓甲伊讲要安怎做啥，是像讲伊迄有诶英，就是想要用台语，毋过伊英语甲华语甲看较有啊。像安尼即马是毋是有会开始有迄落？我有一个代志要有一个工课，就是讲即马有人就是会晓。讲你要做啥，我甲你做，我用 AI 来甲你做安尼，即马是毋是会发展即种行业走出来？多谢。好，这问题足专业的哦。第一个，你的资料是毋是会加放进去？即款有两个所在，一个是大部分 AI 公司使用者伫悬顶用甲伊的对话，伊会有要求你讲，伊敢会使用你的资料来做训练？即件代志应该是我会记得是会当给关掉的，亲像伫 privacy 遮 help improve our AI models。你若是甲伊关掉，就是讲你甲伊开讲的物件，你都袂摕来训练。你若遮甲伊拍开咧，伊会甲你的资料摕来训练，但是伊拢是讲你的资料，伊会甲你个人的物件先甲伊摕掉，亲像你的名，还是你的电话号码，还是啥物的，伊会加摕掉，就是摕一寡无法度去看出即个资料是啥人的方式，才摕去训练。
但是你若烦恼讲伊即位可能无做到上好，你会当甲伊关掉，就无方向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伊嘛是毋是故意的，伊是可能别人亲像别位的 hacker 去甲伊公司的资料给偷出来，这就较无法度。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嘛无希望会发生即款代志，就是讲你在选择 AI 产品的时阵，就是可能跟较大顶的公司，亲像你若是用 Google 的 AI，Google 伊的安全性拢是做到世界第一等的，亲像你平常时用的 Gmail 还是什么Google Drive， 你就较袂烦恼讲你的email 敢会互别人偷看去。就是你伫 Google 的口座，若是你平常时物件有加创加好势，亲像你用什么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安尼你就算讲你的password 互人偷看去，伊嘛袂使偷走你的口座安尼差不多。第一个问题是讲你烦恼你的资料嘛，第二个 Meta。伊即马 Meta 较食力是讲伊嘛是出足大力去做 AI 产品但是伊即马伫若是咱来比美国的公司内底，伊算讲做较无介好诶，就是讲伊嘛是有出一寡 open weight 的 model，但是亲像伊不管是生图还是开讲，拢做甲无介好所以讲你伫经产品的时阵，就无一定爱经伊迄间的头前我讲的迄3间，可能做的物件品质会较好还有第三个问题是讲，安尼是毋是有一寡人会来帮忙你做讲爱安怎用 AI 来甲你斗做事其实有吼。即马有一款职业叫做 FDE， 叫做啥物？Forward Deployment Engineer， 就是亲像伊本身是用 AI 用甲足够的人伊就是去你的公司去帮你甲 AI 的流程整到你本来的工课内底，安尼会当互你做甲较。其实讲好听是做甲较轻松但是伊用头家的想法，应该是，若即声 AI 有去度做甲较紧，你可能就工课就无去好，差不多，还有啥人有别的问题无？好，来。你好，我阿娇。阿娇。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足认识的人所歹，我是足想要叫 AI 甲我有影斗做事，就是公司的工课。就拄你有举一个例，就是叫 AI 做一个甲中文怪物所相的，伊会去网络顶找相关的资料。亲像我的工课，阮公司用的是 internal 的内部的系统，所以我就爱先教安怎使用，才有法度叫伊甲我斗做事。若是即款毋是即款，像阮公司用的系统是家做的即款，我是要安怎叫伊甲我就无法度叫伊去网络顶找讲，你找相像的是你去学安怎做，我就爱先教伊安怎使用阮公司的系统，才有法度叫伊做事，敢是安尼？就有一寡型，一般伫公司内底，可能公司内底有家己的资料库，还是公司内底的 wiki page。若是有即款情形你爱用公司互你用的 AI 去看公司内底的资料的时阵一般来讲是公司会提供亲像 MCP server， 就互你的 AI 甲伊连做伙。即件代志应该是讲公司内底的工程部门一概做了，就互开放给互大家用。安尼公司内底的 AI 就会当去查公司内底的资料安尼。
是讲，若是你个公司是全部用 Enterprise Google Workplace 伊就是会当去连公司的 Google Drive， 还是用 Microsoft OneDrive 还是安怎，伊嘛是会当有一寡连的方式，就是爱设定较复杂，就一般毋是逐个人家己去舞，就是公司内底有一个部门专门甲即件代志做了，互大家直接来用安尼。就是即马我就是甲我的cursor甲拄则微软伊用迄个 cowork 是差不多的环境，伊就是敢若有一个人坐伫你的电脑头前咧操作你的电脑安尼。我就有一寡假死我用甲足惯势，我要叫 cursor 去用，所以我就甲 cursor 拍去讲，我有即个假死，你敢有哪甲伊变做一个 MCP？ 就做，甲伊变做一个 MCP。所以我嘛无叫公司的人去甲我生 MCP， 但你又知影讲伊需要生 MCP 才能用啊，伊就叫伊甲你生，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明显你讲的这个咧，就你家己的咧，这个 cursor 的操作是你个人的还是公司的？是公司的，不过无差，因为你电脑内底有 cursor， 伊就会，就敢若你坐伫遐共款，就有一个人坐伫遐伫用你的电脑。就是为技术的角度是无差，不过就是因为我是法务嘛，就是这种代志是公司内底会要义的，就是讲你公司内底的工课甲公司内底的资料库，你袂使摕你个人的口座来使用安尼，因为就是你就无法做，就是公司的 IT 部门就无法度控制讲你到底是安那用的，就是叫我讲者，对，甚至讲有的公司搁较严格的。伊用公司内底的AI 助理，亲像 Cursor 是公司的口座，伊嘛无开放讲用即个 Cursor 去连公司内底的 wiki， 因为伊 wiki 内底可能有一寡网页是写一寡较秘密的代志，伊无想要互亲像。若是因为你毋知影 AI 伊做的代志会对还是毋对，若是无设置，伊去看伊内底一个秘密，无设置，甲伊用 email 给寄出去，就代志就废去啊。所以讲有一寡公司伊就限制甲足严格的，亲像 wiki 内底伊可能讲几页是会当 AI 会当看，几一个其他的 AI 袂当看安尼。就是用这个所在，就是亲像伟别讲的，爱较细致的，因为公司内底可能无爱互你完全开放安尼用安尼。好，阁有啥物问题无？好，无咱来继续。好，咱起码讲真济，讲爱甲大家用一寡来讲安怎用安怎来避免讲伊可能会做毋对的所在。你会当就想讲即摆有即个较巧的 AI 助理，你家己毋免知影安怎写课，嘛会当做真侪代志出来亲像讲你要做一个相片册你会当甲 Canva 嘅用 Connect 连做伙因为 Canva 管顶有材料做真侪足水的图你又会当做你家己美术无一定爱足好，伊嘛是会当做出足水的物件出来即马伊在写网页，尤其是单一页尔的，伊拢做甲足好的你若是要做一寡game 伫内底亲像迄个物件，你家讲你想要安怎算，伊就家做出来，互你算安尼。若是毋是要做来算的，是要做一个网站你嘛是即马伊生出来的网站品质拢差不多较好但是则爱注意是讲，若是你做的是较简单的，就是无反正若是你有要用一寡口座，还是要纳钱会员，还是安怎的上好你是爱家己有一寡概念，无若是你完全用 AI 生出来，即款可能是较危险
搁有你平常时想要用的物件，你袂晓用，亲像你若是袂晓，你可能叫一个较巧的 AI 出来问一下，也是叫伊甲伊个假死写出来了，你就会当互较俗的模型来用。即马即个嘛是一款较省钱省时间的方法。你咧用的时阵，你就是好好甲伊讲你想要啥物，看伊的成果，甲你想的敢有共款，就毋免惊讲你会做歹啥物代志。你若是要互伊震动你电脑关顶的物件，爱有记的，你就是开一个小小的 folder 互伊用就好。内底的物件你拢伫别位爱有一份backup， 安尼。都毋免惊伊会创歹你的物件，今日就差不多安尼，感谢大家，看大家佫有啥物问题，是有啥物要开讲的，就继续，请问一下，你头拄仔讲迄个 Canva，用一个 connector 连去，比如讲你即马伫用的 AI 是即个意思？是。对。你讲的 connector 是亲像啥物款的？亲像 connector 就是你来伫遮，我迄摆点的是用 Gmail 嘛，但是你 connector 内底你嘛是即 Canva， 你就点落去。我即摆已经有连好啊，内底伊会当做的代志嘛足济，亲像投影片还是图啥物，你互伊文字，伊有当加图嘛甲你斗生出来，安尼就是有材料做甲诚水安尼。咱上年爱来买一个口罩。好，佫有一个问题来。我要请教讲，像伫迄个 Google 的迄个相簿内底啊，我有真侪相片就感觉拢无整理有诶敢若重复，也是讲翕了无好，也是讲就是讲伊敢有可能甲咱建讲特地甲伊洗出来，也是讲安怎就是伊用甲咱安尼建咱诶相片，甲咱迄个整理。即件代志应该是 Google 伊家己放伫咧 Google Photos 内底，伊嘛有一寡 AI 的物件伫内底，伊嘛是甲Gemini即个模型放伫内底在走。亲像你若是要找啥物相片，你就直接甲字节拍出来。亲像讲啥物人伫啥物所在，伊就家己找出来安尼，是讲相片内底有啥物。你若是讲有啥物相片要洗出来，你是讲翕了较水的，爱互伊甲你倒镜出来，安尼应该是有水无水即个无啥物确定讲，即摆 AI 伊的美感甲人是毋是足像的？但是你嘛是会使甲伊试看觅。我毋知一个 connector 内底敢有 Google Photo， 即摆无看到吼。但是你若是图较废弃的所在，是讲你用 multimodal 的模型去看图是会使，但是伊看图的时阵就足了token的。伊有法度甲，亲像你一张相片翕互伊看，伊会知影内底是啥物。你问伊翕了好也是毋好，伊有可能嘛是会知影。就是会当试看觅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可能即件代志，可能爱做甲足好诶，可能无介绍。多谢。佫有啥物人有啥物想法咧？你好，我是小温。小温你好。我要请教是讲，所以在 AI 在 model 因本身
因为有个物件就是因看较有个语言因较看有嘛吼，所以因本身敢有所谓咱讲母语即个物件，就是因咧思考的时阵，因内底咧放的就是敢若听写，还是讲因会选一个因较熟络的语言来去找安尼。感谢。有当时有哦，就是讲平常时可能写课的人会看到讲，你若是用 DeepSeek 模型来写课，你甲伊讲话拢是用英语咧讲，但是伊咧想的时阵，伊有当时用英语想的，伊会切去中文想，就是讲，因为我感觉是 DeepSeek 伊伫训练材料内底有较悬的比例是用中国的中文来训练，就是讲伊想有当时会用迄，伊就是讲伊内底表达的方式，无一定拢是甲伊甲你讲的是同一个语言安尼。我嘛毋知影安尼会当叫做无形的母语啊，是安怎？就是伊看较侪，伊有当时伊的想的方法，都是用切去迄个语言来想安尼。我有一个经验是，我要请 AI， 就是请 Cursor 甲我斗相共处理图，我甲讲我有迄个 GIMP， 我有按 GIMP， 你通去看我 GIMP， 迄个 GIMP 伊有 GIMP script， 我就讲，我逐张图我拢要做共款代志，拍开了后，迄个我伫 GIMP 界面底，我就点这，我就讲我点啥。伊就去甲我倒找迄个相对应的 GIMP script 安怎用，做出来哩哩啦啦，尾伊就甲我讲，我敢毋通用 Perl 做，我敢毋通用 Python 做 ，Python 嘛有迄个 library， 我讲好，做出来就对啊，所以伊的母语是 Python。就是叫伊写课的时阵，伊若是看较侪，就是即马较流行的迄款的课的语言，伊写出来正确的机会嘛是较悬安尼。你若是写一寡拢无人咧用的，可能伊咧写的时阵就较食力。亲像讲即马咱伫咧做 IC 设计的时阵用的，迄毋是用写软体的语言啊，亲像写 Verilog， 伊咧训的资料内底就无遐侪 Verilog，你若是要叫伊设计IC，伊可能写出来物件品质就无介好安尼。我冇试过，就是 Opus 会使 ，Opus 伊看有 Opus 太巧，Composer 看无。哦，对，好，若是讲无共款的模型内底对语言的效率嘛是有一点仔差，就是讲一般来讲，美国的模型内底伊处理因为逐间公司在选 tokenization 的时阵。可能伊建的方式无共款，亲像美国可能你用英语的时阵，伊开的 token 较少，亲像一个字是几个 token 这件代志，就是讲无一定啊，但是换无共款的语言，就是讲亲像一个中文的字，是一个 token 还是两个 token 这款代志，就是美国的模型会甲中文也是一寡毋是英语的语言的 token， 用较侪。若是中国的 model， 伊中文会特别少，因为伊就是调工要使用中文较新 token 安尼。但是别项语言的 token 都用较侪。就是每个国家伊在选的时阵，伊有一寡工程的选择，伊会当紧安尼。这都是甲语言有一寡关系。好，讲咧教高中的台语课，用点互高中生算练习使用 AI 来讲话的能力啊。讲话这部分可能我是知影有一寡 model 专门在做台语的 TTS， 就是文字转语音，还是语音转文字的法度但是即马拢是特别做一个专门做即件代志的 model，就是通用的大 model 内底
应该即件代志是较做袂到，亲像讲咱伫一般伫咧即个 cloud 内底，你会当直接用 voice mode， 就直接甲伊对话啊。但是对话即件代志，就是较大诶语言，伊倒有做伫内底。我嘛毋知影伊若是台语到底是伊会做还是袂做。记住即马 Opus， 伊写白话字是搁差不多8-9成会使啊。迄个咧是伊100%有写着，但是迄一句尔，搁较简单。你若是甲规篇诶英文叫伊翻做台文内底就袂完全对啊。若是讲着语音，可能搁较含慢安尼。记住目前是还搁做袂到但是因为即马 AI 进步的速度足紧的，你看一年前你用 AI 生一个图，叫伊看台北市的街头看板悬顶的中文字完全拢是乱七八糟，毋知是啥物即马做的你已经分袂出来伊是相片还是 AI 生的图就是讲即件代志进步足紧可能1、2冬了，即件代志伊嘛是做会到。好，这个就牵涉到迄个语料敢有够问题是台语的语料无够，台语语料想无够，因为捌字的人伤少，因为这个物件你一定是语音甲文字有对应，才能做即款的训练嘛。台语人捌字人真少，你要去做即款的对应，所摆大家责任就是捌字，请大家来捌字。你若毋捌字，你就无法度互 AI 搁较照顾台语。若是有心要做，你敢知阿勇即马在招人做迄个 speech to text？ 伊嘛有在做，因为我伫 Hugging Face 上面悬顶有看到有一寡模型已经有即部分的能力，我是无试讲伊到底是偌厉害安尼。阿勇伊是在为即个方向在做，伊是在找人去录音，对，伊正在找人录音，对，你当去斗3工。除了录音了，搁校对嘛，对，你人录的你去看伊到底讲了对，讲了毋对，迄个物件当试去互 AI 做训练。来斗3工。校对这足了时间呢。伊迄个网址，我之前有看过，无记落来，就是要 Google 啥物物件才找得到。用伊是到底倒位？这件代志，我找一个我是知影伊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是伊是伫 Twitter 还是对 STT 点阿勇台语点 com。就 STT 就是 speech to text。STT 点阿勇台语点 com。有。阿勇，安怎我拼毋着？AIONGTAIGI。顶有搭迄个网链。安尼大家来到录音。大家还有啥物代志会当问还是来讨论的？若无今日就差不多到这。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